香港業主會認為加強執法未必係有效，當局應該對工程費有清晰指引，避免不法之徒有機會抬高價格。有區議員就話曾經收到有關求助，缺乏專業知識嘅業主比較容易俾人呃。舊樓維修工程嘅費用喐下都要幾百萬，亦都成為黑社會或者不法之徒嘅目標。警方話相關嘅罪案主要發生喺九龍城同埋觀塘等舊樓集中嘅地區。有區議員話曾經收過有關嘅求助。有啲人可能真係口甜舌滑，咁街坊們亦都係冇呢個嘅意識，或者佢哋嘅意識係較為低嘅時候咧，就好容易出事啦。出事嘅地方就喺邊度咧？就係原來佢哋咧可能就係透過一個先有一個免費嘅模式，跟住好啦，到真係話要符合政府嘅要求嘅時候咧，佢哋就去列出好多項目嘅工程咯。香港業主會認為警方等嘅部門加強執法都未必有效打擊違法行為，希望當局有清晰嘅指引，例如列明工程嘅費用。恐嚇我哋業主，恐嚇我哋法團，成日都有啦。我都唔知點解政府會做到嘢。到我哋去招標嘅時候咧，我哋係蒙在鼓裏。我究竟我係幾多錢呢？我買支鋼管，原來我私人買係8蚊，透過管理公司買32蚊，咁我應該點做呢？係咪你可以一個指標俾我哋嘅咧？業主會又話，樓宇維修工程入面嘅文件好多都係合約，牽涉簽署雙方嘅法律責任。業主喺簽署之前，最好都係揾法律人士去徵詢佢哋嘅意見。市建局話，針對市場不當嘅行為，將會為轄下樓宇更新大行動推出新嘅投標安排。據了解，改動方向包括減少參與初期招標工作嘅人士，考慮設保密協議等，避免不法之徒對有興趣投標嘅公司進行干擾。詳情稍後會公佈。無線電視記者李卓軒報導。